即係我睇翻嗰個路，即係嗰個 journey 係好奇妙嘅，即係每一步都係神帶住嘅。我即係覺得好被愛嘅，多謝大家，多謝。一個漂洋過海嘅美籍瑞典裔宣教士，我哋叫佢做甜教士 Charlene Otland。Charlene 姐，佢出身於美國，爸爸係一個牧師，姐姐同埋姐夫都係宣教士。佢77年原本打算嚟播道兒童之家宣教2年，當時嘅崗位係英文秘書，但係佢最後留咗喺香港38年啦。70至到90年代期間 Charlene 姐主要喺播道兒童之家服侍。佢曾經係社工、家長、活動統籌、宗教主任，並且關心院友等等。最後嗰10年，佢仲做埋我哋董事添。佢仲有一個職位未做嘅啫，就係院長啦。Charlene 姐啊，好得意咯！我第一次見西人會食薑醋啊、薑汁撞奶啊，仲有雞腳喎。Charlene 姐咧，就我同佢相處咧，就係一齊做宗教教育嗰陣時，咁我哋好中意咧 brainstorming 嘅，咁我哋咧成日都傾嘢、傾偈啊，傾下啲 program 啊咁樣，咁啊成日傾，所以我哋成為 king of the king 啦。Charlene 姐咧係好有耐心、好專注咁聽你講嘢嘅，咁但係當你講完之後咧，佢往往咧會用聖經醒你一句，等你咧慢慢咁樣去諗下。喺播道兒童之家嘅日子，佢最喜歡就係聆聽孩子同埋我哋同工啦，並且好用心嘅去對待我哋，經常咧就個別約見我哋，了解下我哋嘅狀況啦，同我哋祈禱啦。最值得尊敬嘅就係佢冇因為我哋唔信耶穌而對我哋冷淡，所以無論係孩子或者同工，都會好主動揾 Charlene 姐咧傾訴。佢係絕對做到咧無條件咁去接納我哋每一個。聖誕節就係佢最忙嘅時候，因為佢會分別喺唔同嘅日子咧邀請院友啦、同工啦去佢屋企慶祝聖誕、開 party。Charlene 姐性格開朗活潑，有佢喺度咧，總係咧笑聲不絕嘅。佢係名副其實嘅甜教士啊！有一次我哋開會，佢竟然用眼鏡框嚟攪拌咖啡，所以大家都覺得好搞笑、好開心。大家都好尊敬同埋愛護佢。仲記得佢將要離開香港嘅時候，佢自己都差唔多陷入一個憂鬱嘅狀態裏面。雖然佢離開咗我哋，但係留下嘅卻係永不磨滅嘅情懷。佢而家退咗休喺美國加州嗰度定居，而且佢同佢嘅鄰居都相處非常融洽。我哋永遠都會記住你，永遠係我哋嘅甜教士 Charlene 姐。燃亮生命，請捐款支持播道兒童之家。